Hello，你哋好啊！呢個係我第一次學剪片之後嘅一啲感覺。雖然學製作整呢個影片嘅過程真係好辛苦，但係當我完成咗之後咧，真係覺得好有滿足感。其實當我發現自己花咗咁多心機整一條影片，可以幫到其他人嘅時候咧，我覺得真係好開心。整呢部片嘅時候，我覺得自己好似重溫翻成個過程咁樣。好似喺珠海醫院嗰段經歷，朋友做手術嗰啲嘢，我又再諗翻起，再重新整理一次。今次整片嘅過程真係好唔容易，但係咧，我又同時可以重溫翻之前嘅嘢，溫故知新，重新整理翻當時嘅資料。仲有咧，就係同時間我學咗好多新嘢，甚至咧，我發現自己對剪片啊、對創作呢啲咧，都開始有啲興趣。或者係開始有啲步入濃厚嘅興趣。條片入邊嗰啲卡通插圖，全部都係我學用 AI 畫出嚟㗎，而所有嘅文字嘅圖片咧，同埋字幕咧，都係我親手一個字一個字咁樣打上去。我首先咧就係揾翻之前自己咧喺 Facebook 寫過嘅經歷，跟住咧 print 翻佢出嚟，跟住咧就重新排好順序，然之後咧先至開始錄音。原本以為只係睇住份稿讀翻啲字出嚟啫，好簡單啫。點知我竟然用咗超過6個鐘頭先至可以錄完份初稿。可能因為我好少可咁長時間連續係咁講嘢，加上我又冇咪啦，我就咁揸住個手機啦。咁我咧去到最後嘅時候咧，聲都開始沙啦。去到最後幾段咧，我係要用好大力、好大聲先至錄到。搞到咧個聲差唔多就嚟好似啞晒咁樣。咁過咗6個幾鐘之後啦，我終於錄完啦。咁我諗住，錄完啦。點知咧，我不停聽翻自己嘅錄音，發現咧有好多地方都係錄得唔好，又要修剪啦，又要重錄啦。所以咧喺嗰條片入邊咧，你會聽到好多我嘅錄音係斷斷續續咁樣。加上咧，我個人係好唔係好嘅，有啲啦。完美主義者咁樣啦，所以咧少少瑕疵咧，我又唔得，我又要再嚟過。咁但係去到最後啦，好辛苦完成咗條片之後，我雖然聽到段錄音好多斷斷續續，我都包容咗佢啦。算啦，我真係用咗好大嘅努力去盡力去做好噶啦。好，唔好扯開話題，繼續講翻我聽錄音。咁咧，跟住我就係一邊聽錄音啦，一邊咧就根據內容啦。咁咧，我就用我整。唔係，應該係咁講。我一邊聽錄音啦，一邊根據內容啦，我就用 AI 咧去幫我做嗰啲圖片，然之後咧我就逐張圖片咧對應翻內容咧貼上去。咁有一啲文字嘅圖片咧就係我自己做，用另外一個 Apps 咧嚟做圖啦，跟住自己打落去啦，都係每一個字自己打入去。當我將啲嘢所有嘢合併晒之後啦，內容合併晒之後啦，就係去到最痛苦嘅一步啦，就係加字幕啦。雖然 AI 可以自動生成字幕，但係咧，因為我講嘅嘢係廣東話嘅口語化，咁所以咧，基本上我係每一句字幕咧，我都要重新再用手輸入去，再打過啲字。之後有朋友話翻俾我聽，原來咧係有啲程式咧可以幫手做呢一步，減輕啲功夫。我真係一啲都唔知啊！我所以就好希望將來我有多啲時間可以學埋呢一啲嘢。所以咧，我真係喺屋企閉關咗2日，捱咗3晚嘢先搞得掂。但係咧，有人聽完之後仲同我講話：你有冇咁誇張啊？我就話：如果我識嘅話，就唔使咁辛苦啦。如果我有學過剪片，又或者可能識得點樣直接交俾 AI 幫我做嘅話，可能幾分鐘就可以搞掂一條片啦。所以我咪就係用咗整2日閉關加3晚通宵先可以做得到咯。其實我可能係用咗最蠢嘅方法，加埋自己有限嘅知識，仲要花咗好多時間，咁最後先至可以做到嗰條片出嚟。我嘅剪片技術真係低過幼稚園嘅級別啊！但係我竟然可以最後都整到出嚟，我自己都覺得好有成就感。而且喺呢一個過程入邊，AI 都幫咗我唔少，
每一步我都係靠問 AI 點樣做啊，應該點樣啊？就算佢推介咗或者佢介紹咗俾我有一啲程式啦，我都唔識得用，我又要再問佢每一步係點樣做啊？呢一個效果又應該要點樣做啊？然之後又睇住佢嘅教學，我又自己喺度慢慢研究，所以我先至用咗咁多嘅時間。希望我呢一份分享可以鼓勵到其他人，即使你即係我都係從零開始，只要一步一步去做咧，一定做得到嘅。而我自己點樣的起心肝，真係行出第一步呢？係因為我真係好想製作到嗰一條片，將我同埋我朋友入醫院嘅所有經歷同埋收費都全部錄製晒落去條片度，將所有嘅資料都話晒俾人聽，希望可以幫到多啲人。可能好多人仲喺度等緊等緊醫病啊，或者仲好無助，唔知點算好。我希望我嗰一條片會俾一啲有需要嘅人有緣聽到睇到，可以幫到佢哋，幫到一個人，未必係淨係幫到一個人，可能就係幫到一整個家庭，或者如果係一對夫婦，太太有事或者丈夫有事，可能係幫到兩個家庭。3個家庭啦，又或者如果佢哋兩公婆仲有小朋友呢，咁所以我覺得就算我花咁多時間去錄製呢條片都值得嘅。而我經歷咗第一次之後呢，咁我亦都好感恩有好多有經驗嘅朋友呢，佢哋知道我唔識嘅，咁樣嚟製作，咁就都俾咗好多意見我啊，俾咗好多資訊我啊，等我可以再上網自己學多啲，點樣做或者點樣錄音啊會好啲啊，最好用個咪啊，唔好咁傷到自己個喉嚨啊，講嘢唔使咁大聲啊，同埋剪輯嗰啲技巧啊都有分享俾我，所以好感謝佢哋。其實我而家錄緊音，我把聲都係未完全好返晒，都係有啲沙啞咁樣，所以真係好多謝會欣賞我條片嘅人啦。亦都好多謝大家分享我條片出去，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 channel， 會訂閱，會點讚，同埋會留言俾我。我仲有好多其他嘅影片係有關於我自己養貓啦，我仲養咗一隻雞啦，我搬咗嚟珠海住大概1年幾啦。我會陸陸續續盡量將喺呢邊嘅生活搜羅多啲資料分享俾大家。關於我第一條嘔心瀝血製作嘅片呢，我就會擺喺呢個連結嗰度啦。咁就大家請你哋入去睇下，都俾個點讚我，幫我分享同埋留言俾我啊！多謝大家收聽。